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，係做咗26年嘅澳洲專業移民顧問，數千成功案例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關於最後一個家庭成員嘅簽證。呢一個簽證好多人都嚇驚咗，因為佢要50年時間先批得到。咁究竟申請係有乜作用嘅呢？咁係咪嘥錢嘥時間呢？其實係。如果你係喺境外等嘅話咧，咁就等於係半世紀時間。咁你諗下，係咪有乜必要申請啊？但係咧，換言之，如果你係申請境內嘅咧，就有一個叫做過橋簽證，就可以俾你喺澳洲合法居住，喺等待時間。即係換言之，即係50年裏邊，你都係可以喺澳洲度等。咁樣即係變相俾咗你居留喺澳洲，只不過唔可以享受澳洲嘅福利。係咩福利呢？係失業金啊、救濟金啊嗰啲，同埋 Medicare 都唔可以享受嘅。但係好簡單，冇 Medicare 嘅話，你可以買私人醫療保險 Bupa 或者 Medibank，大概係一個禮拜幾廿蚊到百幾蚊到。啊，視乎你係保邊一級數。咁你就解決咗呢個醫療問題，咁你就可以有時間、有機會同你嘅親人可以居住喺澳洲啊。咁樣呢個簽證同埋係要申請工作許可嘅。如果你係攞旅遊簽證 ETA 或者係600等入嚟澳洲嘅，本身呢個臨時嘅旅遊簽證係冇工作許可嘅，咁你就要申請翻工作許可嘅過橋簽證。OK，咁呢個叫做最後一個家庭成員嘅簽證嘅條件係咩呢？啊，顧名思義，最後一個家庭成員就係你家庭當中所有嘅近親都係喺澳洲通常居住。啊，咁移民法解釋咧，咩叫近親咧？啊，近親就係指你嘅父母或者係繼父繼母，或者你 partner 嘅繼父繼母，同埋你所有嘅兄弟姊妹或者 step 嘅兄弟姊妹，你嘅小朋友即係細路，同埋或者係你嘅養子養女。如果佢哋係18歲或者以上嘅，如果佢哋唔係依靠你去撫養嘅，就算係近親。仲有係你嘅細路同埋 stepchild 係18歲以下，佢哋唔係喺你或者你 partner 嘅每日管理同埋去控制之下。OK，呢個叫近親啊。咁你如果有近親嘅話咧，佢哋要符合咩情況嘅咧？佢同埋你 partner 嘅近親通常住喺澳洲以外就唔算啦，你就唔符合條件啦。或者你同你 partner 嘅近親通常居住喺澳洲，但係佢哋係一個臨時簽證嘅，都唔符合條件。換言之，你同你嘅 partner 嘅近親都係喺澳洲，佢哋係永久居民或者澳洲公民或者合資格紐西蘭公民，佢哋而且係通常居住喺澳洲，咁嘅情況，你就可以符合呢個近親嘅要求，成為最後一個家庭成員嘅一員。好啦，咁當然咧就係要有一個擔保人啦。咁呢個擔保人咧係邊個咧？啊，就係你嘅喺澳洲或者你 partner 喺澳洲
係已經 settle 咗，即係喺澳洲住咗2年，同埋通常居住喺澳洲18歲以上，佢哋係澳洲公民或者澳洲永久居民，或者係紐西蘭合資格嘅紐西蘭公民，佢哋要提供一個叫做經濟擔保。但係如果以50年計算，呢個經濟擔保係可以忽略不計。嗱，咁呢個擔保人咧係必須未曾持有或者擔保過持嗰啲持有835家庭成員最後一個家庭成員簽證，或者係104優先家庭簽證，或者806家庭簽證嘅持有者，或者你係持有過，或者你擔保佢哋成為呢啲簽證，但都唔得成為呢個最後家庭成員嘅擔保人。OK，咁呢個就係申請835最後一個家庭成員喺澳洲本土申請，你會有一個過橋簽證喺澳洲等待，變相俾咗你居留，只不過唔係永久居留嘅福利可以去享受。咁你話攞到個簽證有乜作用咧？咁你可以搵嘢做，一直喺度生活，只不過唔可以享受福利，但係你可以用各樣方法去申請更快嘅永居，譬如 partner visa 搵到伴侶，或者係工作簽證，或者係技術移民等等。呢個係其中一個跳板嚟嘅，唔係話你一直等50年喺度，明白未？有咩問題可以私聊我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